千人糕。下午，媽媽帶志明到外婆家去。外婆說：你們來得真湊巧，我剛做了一個千人糕。志明說：千人糕是怎樣的呢？跟平常的蛋糕肯定不一樣。外婆從廚房裏把蛋糕拿出來，志明看了非常失望，那只是一個普通的蛋糕。外婆摸摸志明的頭，笑着說：外婆可沒有欺騙你，這塊蛋糕真的是由上千個人做成的。你數一數吧。做蛋糕先要有麵粉，麵粉是用麥子磨成的。麥子是誰種的？磨麵粉的機器是誰製造的？這個蛋糕裡面有雞蛋和紅糖。沒有人養雞，哪來雞蛋呢？沒有人種甘蔗，哪來紅糖呢？媽媽點點頭說：外婆說得對，這些麵粉、雞蛋和紅糖都是從外地運到香港的。火車、輪船和飛機不是要由工廠的工人製造，然後由司機來駕駛嗎？志明聽到這裡，笑着對外婆說：想不到做一個蛋糕竟然要那麼多人合作。不過我最感謝的是那第1001個人。他不但給我做了千人糕，還給我講了這個千人糕的故事。